后来继续来看高雄甲台南最近发生几件杀人开枪的案件，总统嘛注意到了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谈话，讲这个夜店舞厅不时咧发生着治安的事件，县市警察局长都要来负责。这个话一个讲出3点钟后，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周友伟甲高雄市的警察局长李英贵马上来落台。台南市的局长昨暝也是坚守着这位主持舞厅零检的勤务，伊讲伊问心无愧，市长王伟铁嘛肯定伊的表现，为伊来抱不平。这个高雄市的局长李英贵一透早议会备询，讲伊尊重警政署的决定。就算是去用调集，嘛是监守岗位。台南市警察局长周友伟13号下晡去用换掉，伊暗时嘛是亲自去主持舞厅的临检勤告。觉得委屈吗？不会了。会不会觉得不舍？当然不舍。伫6都当中，台南市是治安的满意度第1名，警察的服务满意度嘛是第1名。市长王伟铁表示：虽然只有短短的1年，但周局长是以警察局为家的哈。我们尊重检政署。高雄市警察局长李英贵同款嘛是去用换掉，透早入去议会，伊讲尊重警政署。我们尊重上级我们的公务人员就是遵照办理。警政署的资料，这5年来用数据来看，恐吓处财、伤害、妨害自由、盗害枪击这4大犯罪案件，全国总数增加3906件。对6都来看，高雄增加690件，是增加上侪。市议员对高雄市的治安有质疑。你有没有什么实话想说？是第一线的同仁大家都全力在维护治安。高雄的警方展现扫动的决心，透早伫前几天发生命案的舞厅，大规模扩大临检。最近56个场所，还有街头发生的枪击暴力的事件，马启勇认为讲是这摆台南高雄2位警察局长落台的主要原因。